拄仔有一个想法绕到去啊，就是讲，有时阵伫咧生活中会拄着一寡人，可能有一寡表情，啊无就是讲一寡话，拄啊好，就是对家己来讲，就是家己的欠点，就是讲若逐工想讲，阮哪会遐肥，有人就会讲着体重的代志还是安怎，安尼家己听咧就会受伤，安尼就变讲，伫咧外口无法度甲生份人斗阵就是去买一个物件嘛着伤，去做啥物代志一开喙嘛着伤。甲我即马嘛做共的，即马就是讲，伫咧公司用台语讲话，买物件嘛用台语，有时阵就颠倒毋知影要讲啥，会惊讲若开喙讲台语，别人若搁回我华语有诶无诶，就变讲颠倒拢无讲话呢，用比诶呢，想讲其实安尼嘛是失去我。想要讲台语，就是要训练家己尽量加使用台语。结果，背后拢用比的安尼。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有想着，就是即摆我听广播电台是为着学台语，毋过内底拢伫咧白药较济，拢会暗示讲，咱人的身体就是会老会白牵一有垃圾爱去清安怎安怎，就甲咱的身体讲甲讲做歹目的就是爱希望大家紧去买伊的药即摆有一寡健康的知识嘛是虽然是西医穿医生的衫裤看起来足专业的，毋过嘛是咧暗示讲你有慢性病人拢会有大多数的人拢会得着慢性病，你就是爱一直食药这袂好治，就定定这社会上足侪思想其实拢较限制。我就想讲像今仔日去讲台语，有人就会回我华语，有的人就是会主动我继续讲台语安尼。我想讲，为虾物我爱做认真看待伊的看伊的想法，甲伊的想法藏伫心内足看重。毋免安尼，因为这社会就是足侪观念，其实拢无正确，较有限制。像有人会想讲这老的就会破病就爱去买足侪药无就是老就会做悲惨会做善食无就有诶无诶。即种想法就变讲是社会主流大家你若像同事就会开始怨叹公司公司哪会无甲我加薪水足烂的公司有诶无诶，变讲大家拢讲共款的物件，毋过这观念无一定是正确的就亲像讲同性恋这若伫主流的社会嘛会讲哪有需要安尼我嘛想无，哪有一个查某毋是爱斗甲带好我嘛想无哪有无共款的人。就是讲，这社会其实足侪人的观念是毋是有智慧的毋过我为着这无智慧的想法，像讲讲华语就好听有就好像讲这路上住高雄看每一个爸母大多数足罕有人对家己幼囡仔伫牵伫身躯边的囡仔会喊伊讲母语的呢，拢无呢。其实台语就足惨客话，阁有原住民话，佫较惨。
毋过这著是大家观念著是安尼，我无需要为着讲这限制性的观念，大家即种思想，我著为着因为大家即种思想的人去伫生气，就是讲大家拢为着要趁钱，若无追求讲心灵，若马上过度相信科学，认为讲人死以后就无啊，啥物拢无啊，就甲家己当做一台机器，趁钱的机器，紧趁紧趁，为着讲这机器会无好叮当的话，较老的机器会当讲有存一寡钱，阁会当保养，安尼人生足无味的，看起来就是为着要趁钱，为着行善食，找无讲来人生来地球即种好耍，拢无，诚侪人拢感觉足歹耍，足无好耍，拢为着三顿有三顿，阁惊物件起价，物件起价无起价，阁惊这惊迄。我真正我嘛是伫咧烦恼我嘛是会烦恼讲这中国会安怎会甲台湾食起来有诶无诶，用一寡拗步，其实我嘛是会有烦恼这，毋过就变成讲会一寡大家想法毋是讲较有智慧诶，是较一般人拢安尼想。伊着无重这无重迄，你重视的伊着无重视嘛，伊着甲一般人共款，看着讲较离婚有名的人离婚，足有趣味。今仔去讲一寡严肃这足深的物件看看讲我不爱看，无意思。都大多数的人，你拄着的人拢是安尼。有的人就会讲，像阮姊阁有老爸老母就讲即著是爱紧买厝，紧生囝，有一个家庭等等。大多数的人拢是这观念，你阁为着讲这观念，你去别人讲啥，你阁足认的，认伫心肝底，实在无必要。我著为今仔开始，著用即个信念，著是两种，一种就是讲。你甲青婚安尼缘分就是做底，就算讲一个较无孝顺的房间，其实你甲伊嘛无见过面嘛这嘛是较足虚的。你毋免为着讲，这人哪会对我遐冷淡，哪会对我较无好，甲我摆脱安怎我是倒位得失着人？为什物伫我尻川后甲我讲甲遐歹听？伊安怎讲？都甲你无啥物，就无啥物缘分拢搁伫线顶，而且你若像我无入去台语房的话，对我来讲，一点仔感觉拢无我无甲我的重点放伫即个房间，我去别位，我去听广播电台，对我来讲，这伊安怎想都无重要。我若伫路上拄着店员拄着啥物就会甲我批评嘛，无就是这想讲哪有人安尼讲台语安尼足麻烦，我会不爱讲华语，讲中文就好。我拢莫去生气，因呢，就是智慧就差不多，毋是讲无智慧，就是讲对较主流的价值观应该讲价值观就是做一般的。我著毋免为着一般人一般的价值观伫遐怨气，其实真正毋免。希望讲我会使好好想清楚，来做一个快乐的人，做一个快乐的台语人，